诸子自家格。不能无啊！这花莲县读经学会啊，会考编教材和编本语。每月是12月啊，诸子自家可以啊。是12月诸子自家可以。好久有目录也当吹了。诸子自家可也。诸子自家可。我家有啦，我就是家。流鼻涕啊，还来参加。垫背要多。可以顾下面那个垫背。今晚无咧翻工啊，现在咧两岸交流，都要学到。没有汇入就不用还工了。